各位聽這樣話，您到底哪邊咧好嘅嚟接播？即係我是第二道，到底嚟接去講第二八應該點唔是應該點？咪咕會告訴你我使唔出啦？咪咕會告訴接去第二八聽 OK， 之後就你講阿邊就這邊嘛，然後你講想咯，未記，你咪是咁大個時未記啊，夾嘅螺絲。你邊未記嘅？我好累啊！仔哦，我好累嘅了嚇，แล้ว我行去 on the way 去車位時候，我頭先看到就使你買每樣有你買一包，甚物你買貴啲啊？誒，你夾到一包，那邊蠻好食啊，阿公阿邊夾到對一車位咯，แล้ว我不啦去到去到羅東，因為有啲貴咗落掉就差唔多要夠啊。然後行開時候就講，誒，why 呢？而且我冇感覺到我夾到一 bag 嘅物件喎。我咧在飛機夾我誒，怎麼能看到你邊個到飛機夾喎？就走對去，就誒，我同佢講，哎呀，我邊飛機夾，一直頭就使一頭超嘅多些到啲夾落度，一直頭超嘅多些。你一直到起車，有我走對去改頭嗰邊。好食本啊，好食本。我未記食隻物件，我咪講笑掉。我買呢隻物件，我未記食一項。伊個咧我食到個了啦，特別我一項 ，OK， 咱看一項啊，這是鹹鴨卵嘅即個。虎皮，然後即係冇啲切，你看絲夾邊咧，然後嗰隻蓬蓬嘅唔知叫咩，嗱你牙細細粒嘅牙就好食，牙唔是牙疼，牙你咖喱嘅牙，然後嗰隻麻lau我有 Instagram live 時嗰度食，一條榴蓮一條佢哋叫咩嚇？榴蓮龜我未記食，係啦嘛，我未記食喎，死唔知歹去啊袂，แล้วกูจะคิดๆแล้ว你嘅對嚟啊，嘅對未歹啊，你係你嘅對，你嘅對冇，到底我指嘅處，我買定時 Q 到，哎呦，看到你一包餅，對啊，我本是冇拄過這個咯，半減甜，榴蓮龜未歹嘛。榴蓮龜未歹嚇，榴蓮龜未歹。我對佢咩食過啊？打很貴難呢。哦，唔要緊啊！我1998年有對食，1998年有對食。安尼看冇無數。你當年請到新嘅 AirPods 啊 ？AirPods Pro。啊，咁好聽喎聲。就一個水哦。嚇。聲個水。我冇係之類啫，我冇係 high quality 嘅。哦，你 try 下 just normal 嘅 audio。依聲成個本咧，啲呢啊，依麥成個好啊。OK 啊，但係 high quality 啊未 ？high quality 啊，還是冇清查。OK，冇清查，水，冇講就係清查自己。水係先。講擺個位先冇水佢忘。OK， 等我看過係咪嘅report 過買隻隻物件咯，買隻嘢。哦，等就使講啦，小魚好講，就使講。所以冇幾個數啊，就我半都攞出 experience 攞出。買白件，買個白件，你講就係白件龜，攞嚟白件龜清。我未記喎。三千幾啊，幾千嘢啊，34千啊 ，ringgit， 攞嚟白件。三千幾號啊？點咧？嚇，對。我做攞破攞糊白件。你買嘢咯，買千塊咯，我就千塊喺你飯件嘅。做咩算咁貴啊？係咪叫做白件做咩算得貴啊？你講？你我是老花嗎？我做 multifocus 嘛 ，multifocal 嘅白鏡，所以我 lens 又貴啊。冇款嘅哦，冇款嘅嚇。啊，個冇款，因為個 high index 個貴。所以
我頂到時我少年時免老花時，我會凊彩啦做只副本，別緊無講只貴，當然袂曉，當然做老虎是真正貴啊！咋？阿面算起來個唔是講有咧貴咩嚇？就使3000下有喎。啊，另外切就一副千幾啊，就1600、1700人可能，差唔多個3000出啊。3800啊，你未知做啊？無貴啊啦，無貴啊啦。我自己是穿200你做件。那這物件， Tapi it's not single item 買最貴，唔是之類，伊買長物件真貴嘅。喲，我幫你個好女呢，蝦米物件？多一個狗魚啊呀！呀，我幫你個好女呢，真會。我幫你個 design 好時啊，我好女啊。哇，心跳。哦，等陣咪講你物件。佢咪講嘅。啊，唔，แล้วก็買衫咧，買衫。買衫。testing 啊，繼續。testing 哦。 one 應該會用 AirPods Pro 2。波應該點都會用 AirPods。誒，等陣 before 我被 side track 就我覺得啊，應該掉入邊咧，我想去我去讀青枝。哦，有流 drop 冇？老咗青枝差唔多一半，加雙甲。我看到伊首一條啦，我係一條呢，先。 Yeah testing 1 2 3แล้วก็我呢啲外口，แล้วก็我到底 Uniqlo 買只三本 ，Uniqlo 三本講只貴啦，特別我買只條 short 上面衫，攏到底小英嘅看到我到底馬來西亞小英係點較濟是 Uniqlo 買嘅衫，等我看都會看到之類。有時我就 edit 咯，因為 YouTube 咧冇看，哎呦死人咗啊！OK，別緊。都見曬隻凳啊，就都內咁靜啊就。是啊，我是講買做幾個美國 episode 嗰陣搬一個字啊咯，對啊，搬一個字。兩禮拜啊咯嚇。特別我條 edit 啦，禮拜是的。我頭先應該點半正嘅，應該 stop 咧是佢 start 佢先，我慢慢啲激。你 YouTube 嘅 episode 2嘅嚟放咯，episode 2放起。我嘅了解我呢，我嘅話，我而家對佢知道嗬，我感覺到啊，即係人啊，成日了解我嘅清楚佢，我了解我嘅錢咧。知道真係正嘢做掉個了咯，嗬，你愛做物件，知道，真係做掉個了咯。真正有你物件冇得有你朋友啊，完全冇機會看到。特別我是而家做只物件，我係報銷嘅事，因為我食久無對嘅事啊，咁我做只物件哦。我哋今日點晒位等本啊！你看啊，我6節我係下面咁做俾掉。對，我3禮拜冇做唔掉。2禮拜係你估做咗隻物件。嗱我係都看過另外一事，我到啲 Rasa Sayang 嘅事，我覺得我 Rasa Sayang 嘅事，我去做我係 soundtrack 嘅，你 room 嘅事，我係即係笑啦。我講嘅 Rasa Sayang 係 security check 話就。因為伊無來接我啦，伊直直順我看我呢。然後 OK 講到 security 來順，咱個再叫蕭劍湖講下。個一擺個咯，買多 KLC 啊，愛買衫哦，買個 security 順你咯，因為人嘅店無開，你一直去看到衫了，緊張嘅嘛。伊店無開，本其他人嘅衫來 try 個幾點鐘？你袂使怪我喎！你企喺啲邊一度看，你袂使怪我喎！伊個店冚啊，是伊個頭整嘅一個山炸掉呢。邊啊無炸嗬？邊啊都會接。對。所以唔是我錯本。是我看了，我本是唔知。我唔知講有開唔開。因為現在伊店是成日講一間嘅，伊個店是成個 mall 咧，佢係 supermarket 咧，佢一corner 一 area，伊唔是講成個一間店行入去嘅，可能，所以佢一間就是講行入去冚喺呢度，較離譜啦，就冇人看你物件。特別我是因為伊店開掉嘛，所以我咪是行入去嗰一頭我看到伊小應該當然。然後我買幾條買4條，但我叫我寄互伊嘅小應該我好嚟看。這4條我買，
即4條衫，即2、3、4，後尾迄條白我無買啊得，我買即4條，水嘅把地加4條 ，then 我去我 fashion show 可能看即個我翕小影嘛，小金湖，即條啦嘛看到咯，即條我到底是諗下即係穿嘅。嗱，你看啊，我個無穿鞋就穿我頭嘅鞋，我覺得穿頭嘅背呢。我講下，這間店佢唔是伊嘅店啊，這間店是隔壁嘅店。因為我看伊部 fitting room 嘅時候，我去用嘅隔壁嘅 fitting room。都話落鄉啊！佢千個粒千嘅學校入邊做喺物件，同佢嘅啦。啊，這是做啲 Four Seasons 嘅 shop 啊，伊就像 shopping 嘅樓 ，Four Seasons 一啲店咧。然後我唔知啊，我去 test 伊部上嘅衫個了啊，有買無買啊，我去 test 就有。嗱，這條水哦，嗬，這我是個，嗱又買 fitting room 哦。然後個有。我物件好笑嘅嚇，即條我穿嗰隻棍啊，呢條啲殼，然後嗰得一條啊，得一條，哦，對，迄個個巴牙嘅，啊，即係學自己看，我諗看這個巴牙嘅衫，個巴牙恤，即係水貴，險險買嘅話，閃閃嘅，好個就你知唔知查某還是大波啊？大波會先嚟。伊是查甫，of course 伊是 unisex 啦。你愛查甫愛穿咩？特別即是做好查甫嘅body frame 啦。所以伊是我聽到原子識字會笑嘅。係咪做？如果我朋友講唔掉，我朋友講白色咗。哦，OK。我就講聽到對 unisex 嘅事，我哋想你講白色咗，伊講咪就過白色咗嘅事。對，即係 bisexual 咯。喂，即係伊是特別伊嘅迄個是薄薄嘅就伊嘅薄，伊薄嘅透明嘅啦。所以我時時講，我那是愛穿白字嚟講，我係使穿成啊。南面白色singlet มันจะ水嘛，你再想樣嘢，特別樣穿南面一樣嘛。所以這มันจะ水。殼跳花了。這殼是毛啊，成個你即係意思是上加個巴牙嘅 concept 嘛。個巴牙 top，個巴牙 top 加個巴牙誒這咯。所以係穿紅色咧，伊對較 separate 一色，較 contrast，藍嘅同埋 blend in。So actually 有時候我穿嚟講係我被經驗摸啊食，有時我是被經卡哦食，依即是藍地，依下本啊，下配本，特別我被經卡哦咧，有可能哦係摸啊地啊，因為依個即個巴牙下底是哦食嘛，所以依個是依摸嘅 base 哦咧就較下咯。特別我冇，我話呢邊咧一條我冇類啊，所以我條價即係照類個趙金虎。小險會叫我個女照600塊，我往小話嚇，那你講小話女啦，嗱，即係你看伊個衫，即是伊隻出名啦，即係比較低嘅票嚇是出名咧，衫多條啊嘛，你看到這條，伊隻 giant 嘅衫咧，你看到。出名啊！即你愛去迄帶看嘢時，你會使家己夾炸隻萬醬龜啊、油炸龜啊、龜條湯啊、垃圾係就係到啲衫，有個就去食咩使？嗰一條衫咧，我係頭穿咪咯。我看到我落我頭穿咪咯，一條條條，一條蛇啊嘛滾。我哋啱 Halloween 穿咯。啊！แล้วก็เจอว่ามีบางวิดีโอภาษาว่าก็เจออะไร fashion show วิดีโอว่ามีบางวิดีโอ but unfortunately so 讓伊哋 try 掉這個物件，看了是其實多邊嘢有一個夾，徛了邊嘢就看了我人。我有目睭，可能看掉讓但咁無開。我那時伊驚講我人頭，我那時伊本唔敢，伊驚，應該伊驚講 maybe 人 offend 到我人啊，是我唔知啦。啊，伊特別伊本冇咪在講，特別我人不會做下面嘛，嚇，對我人冇講成日做沙拉物件，我是停衫嘅嘛。
因為都係點冚啊！然後我嗰隻失望都知哦，你我就要穿係只隻啲藍色衫，我就是真正拍算要穿到迪士尼嘛，即係 event 是要穿嘅就，即是拜個係咱其實拜啊，點咱其實是拜個嘛，所以我就是真有心要穿這條衫嘅就，了安怎你找到電話號碼到底 website， 了我你是要去河裡，你去隔壁大河裡嘅時，你個仔講佢哋大 cashier 是無收一啲大嘅，嚇，樣一件一件嘅，樣成個另外 separately independent，我是想講，你睇成個人去 supermarket shopping 嘅時，你使去，無像 brand，你使去嗰邊河裡嘛，是 central 嘅 counter 河裡嘛對，我是就 assume 嚟看到就，我想 department store，嚇，我想 department store 嘛是一頭， department store 呢？我咪是想講一頭 OK 咯，一頭去咯，河行裡啊嘛是刷啦咯，問題在去搞一搞，啊我這唔是我嘅 brand 了，我每樣啊，伊講白嚟票，伊冇教我講伊砍本，所以你啊，這叫小結婚就吹掉伊嘅小影，冇伊嘅 website 嘅電話，我冇想到本 actually，如果就想到，然後我叫你拍電話去以後 ，because 我 phone 冇你電話 plan，所以我叫伊拍電話去啊，一頭伊 designer 一頭 pick up。我係前一聲佢錄我聽嘅 interview 啊，所以我係前一聲，但我問你是 Cal 嚇，伊講嚇，所以我佢講，安怎啊？我要買你衫喎，嗱我都快 Cal 文啊，แล้ว嗱，即係是 designer 但係咯，做咩上咧奇怪拜個冇開嘢咧？一次 Malaysia Day 嚟嘅，哦，你看你有打你咩條即係 designer 啦。所以講伊講伊是冇開，伊講伊禮拜㗎開。所以我講每禮拜我會請掉衫了，所以伊對嚟開好啊，伊拜六嘅時真係開好啊。所以拜六嘅時我就去就個載我去哦，我 driver 去小結婚嗰陣載我去夾衫，我咪去買衫。即間我諗看一點，我把翕到就嗱，即間咧我去這個 Shops at Four Seasons Place。我可以 try 一卡卡夾，卡夾味，現在味係我哋小英，卡夾我直頭去 store room 我，我直頭到啲 store room 嘅裏面都知哦，我去 try 卡夾嘅時候，我自己 store room 裏面，我就成面皮舊舊咧，直頭冇走。我來了啊 John。我特別亂來，特別好冇插人哋話 mission，有件事咪俾到衫嘅。哦。特別一個好啊，個好話一卡 bag，I mean 一好話一 tote bag 之類。哦。然後你看到？就掉咗碌開幾千個餅講。千嘅。即係Malaysia dollar Malaysia，四條哦，千是幾條？四條，哦，一條200。一條200幾嚇，200個。其實冇夠一千啦，嗬，900幾呢位記。OK 啦，冇講就貴啦。unique 嘅衫啊嘛。OK 啦，一個除4點幾，一個除3點3。你是我到地方 hotel 嘅翕嘅。哦，袂歹。阿John邊條嘅嘢嘛袂歹，邊條嘅嘢？嚇？Left right hand side，right hand side。哦，係，有啦，是啦，冇就準備啊。你講就馬古話叫咩？hand side 叫做咩？林拍邊啊？邊啊姑娘。但係你講咩？我下面不愛講白咯。冇，唔是我俾哦，你講下。我俾哦你係。鼻頭嘅嘢，鼻頭嘅嘢。鼻頭嘅嘢。鼻頭，你是講鼻影啦，鼻影。旁邊那件。鼻影係條哦。不，那件叫做咩？那件叫做個嘢。哦，鼻頭年是一年衫，哦，一年，哦，一年，哦，個年，真的，鼻頭個年，對，
張總話開，張總話呢個阿開，肯是中嘅，阿肯是中嘅，阿肯是 moderator 嘅，伊 moderate 嘅，伊中嘅，張伊我邊樣個我個咧，安尼穿咩話講話，要我都見鄧博川。我報咗喺呢部話講樣翻，你冇講我未掉啦，你講乜嘅我未掉嘛？哦，所以變咗啦，肥咧，我未掉，人講話人上邊就掉我講嘅話。誒呢，我明白你講咩物㗎？係啦，腦中正半。冇按呢款派聽啦。哦，盧啦，對盧嚟講。OK 啦，扣零啦。OK，我就冇行講啊。OK， before conclusion，你講話你哋接背機邊陣時日條拍夠拜。哈喲，我只係告訴我，佢有我係拍夠擺咯，但我只佢除咗小英話，我係拍夠擺，所以我再講我定到佢日到我哋點會問，看有隻新加坡 airline 呢拍夠擺，你定到嘅時，我定到我不看過伊正拍夠擺嘅外口擺燈是成日一集我情嘅擺呀係擺燈嘅。伊是藍色嘅，你看你個牌啊，你摸係花嚟嘛。然後我嗰日到我就會記時每都冇啊，讓冇啊，所以我就當對其時呢，我就每即係名咖喱包 ，Clubhouse 咖喱包，伊叫伊家朋友嗬，伊家朋友家你老虎拍個擺好玩哦！哇，我太感動。全世界一直貴嚟 universe 本對到都死咗條啊！我就啲短嘢貴店好都俾晒。又拍個擺，又拍個擺好咯。誒，我只叫大擺啊！我大擺。為啥嘅做苗啊？啊！轉貴嚟 universe 嘅啦，對到都連咗條。阿John，你今次播，你隻小 app 呢邊陣時你看我係你叫我妹，我未記嗬，我未記妹。有啦，你得未記嘢啦，我叫你妹咧，學路嘅嘛，嚟去都對。OK，對，我到底比較背對那時，我未記妹拍個擺。OK，所以好嘅就係我到底 Clubhouse 唔，我是到底 Clubhouse。係我 free wifi，我 free wifi 300我唔知我嘅幾好哩，我覺得16塊啦就好。有時我在我這 business class 佢攤 free 我唔知。然後我去教嘅時候，冇我到啲，你就對 WhatsApp 梅話下定，等佢變好勁佢。你梅話講，你廿8九啊？冇，我對 Insta 我佢哋 post Insta story 車就咪見就好了咯，梅講你拍個擺嘢會。哦，嚇！然後我個時候就講，哎呀，我冇梅嘅喎，拍個擺。然後我咪是。我 finally 我被落啊，就樣我啲 prepare for landing 嘅就，你我每一間嘢 flight，但係都係你幾貴呢？我講我唔會看如果你拍個擺啊，伊講伊就把你笑掉就講我即係個力叫我留物件好路，所以就走去行咗，哎呦，走去行好啊，就是真咯，不見咯，拍個擺破啊，等陣我就不見咯，拍個擺哇！嗱，你看，你難看啊！上了搞啊，上了是唔是上？哦，冇上了上。小 A，冇類似小 A 咧。誒，嗰個小 A 咩嚇？小 A 唔是冇。我係小 A，我係小 A 你看。哦，我係新加坡 airline 啫喎。我哋。上 design 我係小 A 嚇。誒，當今就冇小 A 咧，是唔是當今？咁樣 SQ 咧嚇。冇啦。哦，所以變做 Scoot 加新加坡 airline 就係冇小 A。我想講，我冇想啊。我想講小 S 你看泰國嘅飛機公司嘛，唔是新加坡嘅。淡薄冇咩想嚇，淡薄冇咩想。淡薄冇咩想。誒，等陣講嘢起來，我看下邊度啫。哦，淡薄冇想，這是新嘅本啊。是半個 raya 是冇。冇，這隻股咧。你都冇開過啊？冇講 raya，冇開啦，我都冇人係出不叫。哦，開起來看爽，哦，小 A。
我係感覺得奇怪的，因為我個月短期橋我係跟住我啱厝嘛，所以我是抗議嘅時候，我學落謝物件，嗰時叫就我嚟你拍膠係冇開過咩Singapore Airline、Malaysian Airline。Oh my god！有我愛。我唔就係講能藝呢物件嘅，我估是古仔嘅 version。Oh my god！我愛。我學咗嘢就係啦，我就看到你講呢物件時，我笑我奇怪。我一個倒去咧 airline 卡咪咧，不如 Cathay。哦 ，Cathay Dragon。伊是哈，我對嚟，last time 我對嚟是我有借只靠一次 Dragon Air 咯嚇 ，Cathay Dragon。但係香港你是 regional 嘅嘛 ，regional 嘅是 regional 嘅，一杯中國裏邊咧。我是 Cathay Pacific from 美國去香港啊，但係香港對面嗰時是 Dragon Air 咪記。啊，你等，哎呦，我到底背記隻送咯，哎呦 ，my god，送咁少啊 ，WiFi。了通困啊，對，我通困，你在通困是把困把只是唔是？對咯，困是第學期物件，你知道？你看到我係通存卡困滴滴。哇哦！等陣我覺得這是我到底，佢這就使個物件講啊，咧，這就把它 spray 喺邊面嘅 facial mist。你大佬看就1.8嘢，這邊是 class，冇我換衫了，等陣我 keep 記嘅時候，你看就水嘅，我 keep 記時，啫，嗱，人家抓啦，人 keep 記時咧，前邊是講是穿 singlet 啊，你 ，no，冇，好嘅人就係你講啲嘛，冇需要去看人嘅白色，有冇好嘅人就係你講呢？水都亂，冇，這裡唔是，這裡是 singlet，是我。困人一巴咧嗬，冚開嘅時我家己換衫換先率嘅 short，啊冇真正抓。對，我咪條彩色嘅水咧，一個一條青白色嘅條。定擺我背 Virgin 嘅時，人學你困晒，然後你走時我超嘢困晒，我燒啲喺入邊我係 back，所以特擺我背 MAS 嗰時係咪啊？一學路嘅啦，我唔是頭鐵嘅啦，然後我背 MAS 我加一 Virgin 嘅，然後啲接佢背機呢，我接佢陣經了，我冇等你背佢，我接佢陣經換衫了，情意愛困衫了。那是困衫嚟，帶你俾行出嚟，好尖，帶你俾行出嚟。我那是講情困，那是講我情困衫。困衫嚟講係我就較早 ，actually 我直到 last trip 嘅時啦，2019年嘅時，我對嘅時，我本時我嘛，你真係講時你去時你個想淡薄較 well behave 淡薄，對嘅時我直頭，哎呀冇插起死啊！呢個時候我到底會記，我就起背記啊，我未冚開我走去換衫，我情聖率啊呢。啊，對。特別我是無插啦，因為我是驚 drop 嘛。特別無我講聽我起背記時，我是穿我普通嘅衫咯，但係一定穿。阿 John，你聽我講，我有真正正經驗了。你接起背記時，你跌接嘢正經，係咪數呢？你要偷衫，你就要偷 A 嘛？你偷 A。你偷誒，近下你會背名啲，你會卡，你就要立啲私人正經嘅拖卡。你俾接好病嘅時，你買白人接嘅跌掉嘢私人照啊，你嘅拖卡，所以你接佢都會背呢，所以你俾接佢嘢正經冇半人接過嘅點樣？你要個偷衫。後生咧，你會立掉，你會背啲嘢拖卡，你免驚垃圾。特別我講條我嘅辦法啦嚇，我嘅辦法是我等我翕條小影嘅嚇，我去到時伊人新加坡 airline 時候，伊有寫啦，我冇看到。特別伊有寫講，若是你愛伊個你個 amenities 嘅了，你就袂甲人摕，伊人無一定到嚇，我有條小影。叮當是學你便嘅嘛，擺到啲固定嘅啦。哦，就係你 toothbrush 嘅啦，冇啦，唔講。啊，當然你對每你 shaver 咧是你去財經嘅買咯，I mean 財經嘅貼咯。所以我有見過那項物件，前拖背加 ear plugs。所以我就每我講誒，我會就確定攏過來講我大牌啊，我會講我愛face mist。
lip balm socks eye mask earplugs 加slippers 你一頭夾個了accessories 嘅啦嚟好伊 because 伊係咧 amenity kit 裏面有 lotion eye mask 冇 lotion lip balm 加嗰隻咩啊全面注意係咧facial mist 特別用嘅即係嗰啲係好嘅物件嚟咩？因為唔係講用嗰啲 SK2嗰啲嗰啲好嘅唔唔是嘅嘛。用嘅 OEM 嗰啲咪是用笨機去做咯。冇，即係有票咩票我唔知啦，我比較睇。London 我就係 Etihad 用嘅，唔知意大利嘅。啊，冇樣是出名嘅票誒，但係我唔知依票。condom 啦，冇啦。condom 咯。我覺得你直鼻見到嘅 condom 做咩事咧？總是依 amenity bag 嚟。你係咪叫咩啊？Mile High Club。等陣嗱，佢嚇，你有個喎嚇，講直接講。Singapore Airline 咧 amenity 一部世界法律 airline 咧luxury 有嘅嗬是嗬Sabato Programo 啦，有嘅是嗬乜你 branded brand 呢部。哦，我唔你 back 唔是上。我唔知依個 brand 係咪 brand 啊，我唔知啊。我特別依是英國嘅票嚟時，我看到我唔知，我比曉你看啲物件。Sorry L something 啦，我識發英國。哎呀，諗拍破爛，哎呀，諗拍破爛 ，Oh my God！ 我你講 L 嘅時候，啱實啲，我點解按開開啊？哦，你按上面就嚟啊。I think 啊，伊開開。伊開開啊，所以我特別準備就係我 prepare 我嘅物件咯。然後我唔知道你句告訴我哋這物件講嗬，嗰有一項物件我好諗看。baby sorry 我講了成我係真版你告訴，所以伊個好路背咯，加伊個即個前拖咯。所以我話是呢，我就喺啲頭位，我就 keep 佢隻嘢後，我就喺度頭位，而我背，我而家背係度。啲南邊嘅，因為舊年係啲嘢啦，然後情為背機嘅背加背機嘅青花咯，即係我去站板換衫換褲時啲，我就清掉嘢青花嘅背啦，所以我卡咧是青花當頭卡呢，冇當掉我自己背嘅。所以我接個去入邊換時，因為有一個 seat 嘅嘛，你站板對面冚落一地後都坐曬 cushion 嘅，可能我坐到後邊，我係頭係靠面當到頭卡咯。你看到嚇，等我上學我到底會叫幫曬掉，等我講有攞到。有啦，你講講放。sorry，我大面嘅轉嘅，你知哦。我哋驚就是講幫曬是有 turbulence，特別我走急住咯，急住 turbulence 啊，我係我啉只隻水嘛，我特別記啉只隻水，我就dehydrated，我就啉只隻水。所以我就學我啱啱啉5罐，我到啲會記。on the way 對嗰時，伊甲我講我啉咗我俾佢幫住啊嚇，我就看起伊度冚我嘅，一部你 seat belt 開開啊，我轉啊，噔啊，然後佢估呢，點解差唔多20分鐘嘅事，差唔多要半點鐘。因為照我講話，嗌得是伊背機轉，我都袂通去幫助啊嘛。第二條一個背一個對邊呢個呢跳，我照咁樣撈出來啊！我成個時到啲，I think 我 Twitter 時到 Instagram 嘅時候，我唔會啦講 ，Oh my God！ 你講我撈出來哦，是好棒哦，咁人家衰啊，講我撈，咁人 expect 我撈照。特別爽嗰陣就是我係睇 interact 嘅咯，咁到底會叫 WiFi 嘅事啊，所以我係使講話係咪物件呢？你我上擺就不上應啊，我 edit 隻 video 去嗰啲互摸嘅 video 落去掉。哦，我看到 Instagram 嘅點解辦？個 up close team。阿咪掉 close up 因為 food，等陣我看咗下 Instagram，我只 Instagram 咪落 in 啊，哎呀冇。特別冇啊，冇成日考下，我是話邊啲學見嚟考下。我冇來。你 Insta 本有啊，冇喺度試啊。冇啊，本身都 Insta 有咩 ？Facebook Live 就係。Facebook 冇啦，我冇 Facebook Live 啦。你是 Facebook Live？Facebook maybe Facebook Story。但係你掛掉啦，你會唔會？
story 樣啦，咪成個 Instagram 成個 Instagram story，特別我是到底我邊咧福建嘅 account，所以我都講我父母，我父母好食都知哦，伊是個有迄個 scallop，呀，看上個真係好料，好料。John Malaysia 啊，冇minat啊，冇masa phone 你能啊？哦，你講成啊，冇啊，我 bad 啲啊，你講成啊。誒，等陣個唔日食個，等陣，然後一個嘢就嚟。零蝦。零蝦有對嘅事。Oh shit！ Malaysia Airlines 有好多食 Maggi mee 喎，特別真係濟料嘅。哦，伊有本啊，特別我冇叫。豆乾蝦，大杯蝦。按個點你看，即個。哇！我一個咧300 ikan bilis，誒班都知哦。呀！伊甲我講，伊日來互我看 snack 嘅時啊，我 actually 我無咪想愛食 ，because 我驚講食實際我係放曬嘛，所以我到啲 edit 掉物件到啲audio 物件到啲後尾啦，看到我係 computer 到啲後尾嘛，所以我伊日來伊 snack 過來時，我是無咪愛嘅，特別伊甲我講，哎呀 ，would you like to try? We have a new snack 喎，講有隻新嘅 snack 是隻伊間邊，你知唔知道愛啊？即頭解嘅。แล้ว確定是個只咧哎呦，我跟你講吼，真咩咯？我真歡喜我通食呢，你見到底會阿 John 即係一個比你所食冇啊？我知啊，伊是 Gardenia 嘅時候，是 Gardenia 嚇 Gardenia，我Gardenia個做成理啊，成個人都大了。個有啊，Gardenia個有啊。真Gardenia。我mother 個新加坡會食到 Gardenia 落啲嚟食呢。Gardenia 是Eden 嘅，頭是 Eden 嘅。哦，是啊。Eden 俾起來，我係來講嘅處嘛，你等咗多講。哦，然後我這裡是咧叫咩啊？即係 chocolate dessert 是 chocolate avocado 嘅，裏面 avocado 嘅。chocolate avocado 咪係慘。creamy 呢啦，想你食 avocado shake 呢？哎呀 ，avocado shake。actually 我冇嘅食，你知我今日食伊 serve 嘅物件，有啲人啲 snack 啊，我。唔是我 book the cook 嘅物件啊，我冇計叫伊成啊，伊 snack 啊，伊 sandwich 啦，伊麵啊，noodle 上面嗰粒冇食你，我already 飽了。頂到時較少年時我會食，你知道，當佢肥喎。當佢我一頭，哎呀，我就飽了就算啦。頂到時成個都冚，哎呦，冇食咁唔得嗬，日日嚼啦，有路。頂到個有路，所以當佢冇咧有路啊！然後我去到食 lounge 嘅時候，或者新加坡嘅時候，伊個我食嘅物件話，因為 breakfast 真正參印度人嘅食甲點心，蝦餃、燒賣。蝦餃燒賣參 Indian 嘅，我未曉叫名，伊家人伊食 donut 呢，伊叫咩真出名嘛？都成個 donut 呢，家人有vade是內邊有物件係是冇？內邊有物件，伊有淡薄菜啦，了有呢椰嘅 chutney 我邊啊就是椰嘅 chutney。哎呦，你好料誒！嚇，แล้ว後尾個有淡薄成個係啲 sauce，แล้ว個就買，我特別就買喎。應該是我對 book Singapore。I tell you what, you will not regret it. Oh my god！ 特別我冇試過去新加坡飛機嘅。冇唔是去新加坡數，是我要背是我背對除了嘅，我買。你當然就會去新加坡啦，新加坡嘅 KKL 時候。去新加坡啦，都會換。But I tell you what，我去新加坡。特別because 去 KL 嘅時候，但係我對檳城是冇法度，就揾關係嘅。對，我冇冇 direct flight。因為講聽檳城嘅 flight 啊，我都看檳城嘅 flight 啊，真係爽哦！Oh my god！等陣
邊個 flight 嘅 seat 啊 ，because 佢當然是 SQ operation 啊嘛，佢 operate SQ 啊嚇 ，instead of what is the other one dragonfly fly 嚇小 air， 佢嘅 seat 啊，到底邊個啊？我半1點鐘嘅嚇，到底新加坡都看 seat， 我笑了，搞了什麼路？兩號高吞食韓國中，我你看我食係那是個rambu， 吞食啦 ，yes， 1點鐘，我攏還沒食，1點鐘啊食，我你講我淨係講食就吞快，anyway 啊，anyway 啊 ，it's an actual proper meal 啊，我你看，你看，伊那是個rambu，哇，了哇，佢哋是湖來是冇？啊，頂面啊。頂面是叫 salmon 泥沙 salad， 了不，第一參加一杯飯位正手餅是糊掉，了中位是菜咯，了刀餅是beef 嘅rendang，特別只菜講啦，食緊啲錢呢？嚇，伊無像伊是 beef， 特別伊唔知是 lemak， 伊無咪像嘅 style， 伊淡薄成個 chicken rendang， 所以係會膠呢？嚇，對，伊會膠呢，嚇，對。Masa lemak. Ha. Rendang meh si masa lemak. 我唔知啊，特別成啊。杯啊，我俾看杯，好啊，看杯。伊是藍花杯。哈，藍咩食淡薄？對。看了像 masa lemak 呢啦。好食咯。藍咩食嘅喎？爸爸食個了啊，佢講我冇，我情講。哦，這裡是係咧啦，bunga telang 一杯。啊，對，bunga telang 一杯。這裡 nasi dagang 先呢嘛。啊，對，這是像Kelantan嘅，即係係叫做 nasi kerabu 咯。係啊，叫 nasi kerabu 啊。啊，專業冇想，是你是 kerabu， 是你是dagang。那多處呢？係咪貴來係你？哦，你是落地來嘅，伊 sesame 嘅，這個layer。啊，專業伊半嘅portion係啊大半啊。你看啦，我你看嘛，OK 啦，I mean。而家大家就變大可能嘅portion。OK 咯，上個大半 actually， 上個杯機。我看啦，大半可能，就是話大家就較大較平常嘅杯機嘅隻哦。會變富變骨富嘅咯，老實講一句話就咁。點正嘅你就，所以你特別，我頂你 Kiki，特別我個一條，我唔知啷看到，我 Kiki 我就做啊，特啲杯機呀，因為 OK， 我就教 ，Oh my God， food is here， wow baby。You. Oh my God. Speaking of food in the plane. 來啊！喂 food。哇哦！你按家己做咩名好了？家己做咩啊？你知話開佢啦 ，drum roll。Maggie mee。等陣抓。哦，誒，你看伊當劍啦，伊是啦 over， 伊第一個係可以 keep warm 嘅 stoner， 你看。哇喲，你 professional 這個。是咯。你硬係壓打時嚟嘅。是咯，你硬是未夠即係你唔係你一堆嚟啊？阿張是唔是啲加搞了？所以啦，你話做 demand 啊，你話做做咩建議？你講到啱做嘅，你很好意思。哎呀，伊硬成個請橄欖嘅咧款啊，係咯，橄欖啦，唔係講橄欖。伊硬唔是請橄欖，是橄欖。你講我聽到你講伊硬請橄欖啊！冇橄欖，伊硬本是橄欖，伊硬本橄欖本咧嚇，伊硬本有橄欖咧。那個衰啦！等陣我講咪第要緊就是到啲背機頂面啊，我 transit 時啦，嗰陣時後面 OK，of course 我後面。頂到個少年嘅時是無人看後面，頂到是講哇，我第班機就第班機，到我老嘅時候，我被 consider 你 priority 唔是最 down 啦，都被你 experience 本都被係咪啊？I mean of course 都被要少類啦嚇。特別我背段嘅時，我被教 airport 嘅時 transit 嘅時，我是特別憎嘅教嘅時。Actually， 我 before 我背時，我教 LA 先，我教 LA， 我到底我去吹迄個咩啊？
磨一支，咩 Maggie 就啲glass house。我去吹，所以我早起就搞啊，搞個阿妹時候，真係可以看，可能看隻小影啫。哎呀，先生就非做3點鐘以後能看個了。我你小影就好笑誒，我到底，所以我早起就背啊嘛，背啊我就去對伊磨一支咯，磨一支帶我去食物件咯，了磨一支 ，then 往到，等我一條到底迄個即係Santa Monica翕嘅隻水即嗱到啲海見嚇，我到啲海見。แล้วก็一條小影嘅一隻好笑嘅，就係一時一幫我到啲背幾條嘅啫，所以 after 一 drop 我到啲背幾條嘅後，一翕咗一件話，你看一條小影啊！伊講即看起來成個你是你講咩 correctional 成個你迄個我把你個綁出來，把你個綁出來。拍酷經，伊講成個你咩你 use 啊，把你講我個嘢把 back 成個 back colorful，伊講成個你 use 嘅 correctional 拍酷經嘅咧，把你個綁出來你後尾貼鎖個咧，因為嘢 back 綁開面上歡喜，面上歡喜，我綁咗啊嘛，歡喜啊應該。你歡喜被接拍酷經，冇我出來啊，綁出來時。我出來，放出來時啊嘛，就多到邊多久就歡喜嗱，佢哋潮燒啊，佢哋。That's been released 啊！依嚿我講，依嚿我講。有句人講喎，有時你啲卡古經出嚟，你未食並頭嘅咋？哦，未使看到堆咧，就到堆。未使看到堆嘢就，你特別講出去一塊面，笨蛋，你咪燉得嘛？哦。你特別啲驚出去。哦。應該點我你看伊舊衣，你看我舊衣就大點，我就佢哋。哇哦！有老本錢先真正攞開人。啊 ，yes。大就是真得大隻咯，伊個舊衣。是啊。全有 roomy 咯。But the only thing is 頭前，那是你無，我是做吹到 bulkhead seat，特別我無 always bulkhead 嘅。bulkhead 嘅就較好淡薄，你真有人 complain 講伊個卡特別尖啲就坑嘅。你看你邊隻邊隻坑，都I mean left side。伊若是講無 bulkhead 嚟講嚇，即邊頭前嘅，伊是無允肯跨，伊是碰一點呢，所以你穿卡時你被穿起嚟坑嘅。有人是垃圾無，我是 side sleeper 嚟，所以我無，我 always 本時人肯穿自己起，所以對我嚟講唔是一問題咯。Yeah。特別隻爽，then of course， 我唔知啦，我唔係做 Malaysia Airlines，所以我未 compare 啦，但我是新加坡 Airlines，所以我是真正歡喜。OK， 講到即係，所以我到教 LA 時，我就要緊特別去吹，我冇入英咯，冇。去 shower 哈 shower lounge 講到有 shower 咯，我知道嗱，所以我頭一條第一要緊嘅物件，我感覺到好趁爭議啊！你 flight 你 wasabi 成個黏結結搞搞呢，所以你變咗較 relax 較輕鬆啦冇，你 shower 先，所以 shower 了，我到新加坡嘅時，我個在 shower 一道。我食飽咧嗬，幫曬成隻啊嗬，幫曬了是爭議。了我得我去嘅對四伯伯係前期冇去抽條險。了我去迄個即係小英嘅，就是我唔知看到，或者你看到我這邊是一個線嚟。因為我只係抓我佢先去關，我爭議好時啊嗬，你真係爭議我往時抓啦，我個 on the way 去，伊點解真正準啊？伊在經摸數嘛，所以講我們看差唔多要教，其實教到落去I mean 最緊要背基背成嘅成河，有 priority 爭啊，所以我就較換淡薄，所以咪是就去迄個咯。就等陣咯，等陣一去到迄個時，我就撞，我就留佢先過關咯。伊個空姐就講，Oh, I will make sure our staff will bring you some cold drinks。我覺得我佢先過關，成個招西看到我放曬出來，佢先過關啦，嗱，佢嚟頭個啦，到嚟關先入關個啦，我只關事啊。特別喺度嚟關事入關。OK， 我要食麵時啊，等我聽人講我係迄個時啊，人講 input 喺度好歹物件，我要聽。
做咩講？唔是講好歹啦，是講你教我做隻 spend some time 咩事？你 observe 到係咩物件？我抄起來別說講嘢嗎？咁物件？抄起來別說。哦，對，你個搞個屎啊！當佢真搞個屎啊！阿威笑死個學冇講就難講。這是第三個 episode 啫嘛，是啊？第二個，我要食。我攞口味 food 啫，我要食。跟住我特別，話麥，我嘅拍機嘅麥，佢話，我食物件出嚟正是個無上麥，一個普機麥。哇！這是 hotel 呢？哇 ！Oh my god！ 咱快掉下，未是未記好人看 food 是 camera， 然後可以回嘅。安怎啊？人感覺啊，只成派可能學細，人我只大擺是唔是？每日咧，人每日對我就好嘅啊。係咪嘅？在咪好？在到。哎，冇Maggi啊！啊，Maggi 麵，因為yakisoba一定是yakisoba。哦，你巧佢意味。有一個好玩。多煮硬食嘅。唔是煮硬啊 ，because 我係後尾嘅壁，我係壁好似藍色，所以你看到就煮硬嗰隻。嗱，我冚，佢哋我係藍咁啊。嚇！我係諗食一隻，我嗰隻狗都喺度嚟啊！哦，是啊，你啲見唔到啦咩？我係特啲，我係另外隻獨丁，都係三同係咁抵女。哦 ，actually 用杜隻 green peas 正很好。有幾俾人做食，要頭姜，我係見到佢哋講要 Chinese food。哦，我已經講到 Chinese food，安尼啦，熱啦，呢，你快點嚟，食唔食得食？食夠個馬仔，安尼嘅山，英國，龍仔講用度啊，英國人，龍仔講用度啊，actually 啊。什麼？正啦，用度是一啲收物件接喙嘅咋？好多撥一撥物件接喙，係咧你嘢嘅物件，你喙斷啊，是教你喙齒啊，是冇動到你度嘅咋？講到厲害嘅話啦，呀，有隻人就物件咧用度啊，因為用喙齒減嘅度嘅 ，actually 是。唔是咩收面嘅接啊？呢是收面嘅接器嚇，啊要少，你夾你隻係咩嘢？你手機冇動掉嘢動卡要少。對，呢是一種真係要少嘅嘢。冇度啦，對。冇咁咩度嘅對嚇。要隻人嘅時候，都是咧。嚇，中國人先啦，阿咪唔是講中東，見面中國人啦，係你。古仔 invent 讀出來，但係都是為咗安尼款嘅咯，所以是講書本真係優秀嘅物件嚟。嗱，當然是，冇啊，咁就嗱，林西白啊，但係你咩白啊？John，你特別喺啲入邊攞蚵仔頭成了個手接落去。安怎我看到英國當你吹啲噴話出嚟？哇咩？我 say it don't spray it。哎呦，我做 COVID super spreader 啦。嚇，英國啲，即係英國嘅人面是用係你簽啊，係土頭餅啊，12 piece key 嘅咩？啊做只咧。Correct。國家咁多。哦，我看到伊 spreader 啊，我看到伊。你多人看到你殺一green peas，一接起來，แล้ว你係那邊嗰一頭嘅數。一直頭喺講話，就是講咱平常時冇看到暖，咱平時咱講話成日講冇啦冇噴暖啦，你放一泡火就啲後尾看。大人噴有，你看到好像你看到是因為這邊一直頭啲正對，所以下面暖到全部你嚟看到。你是 say it and spray it。呀，啊冇啊，呢隻係 backlighting。Good idea。誒，喺你食啲喺你英國誒嘢咧，是唔是幾百年嘅隻了嘅咯？冇，我食咗塊呢，你食呢款呢，出嚟試過
阿摩嘅方式，即係是較優秀。你袂使 cut 起來了下至臨嘴，你用槍啊 cut 起來呢是較錯嘅人做嘅款。哦，你上面 smash，一做調料咧，一套頭餅嘛。伊已經必煮了嘅嘛，就是伊就唔是定定，然後你殺伊起來，伊嘢唔知啦，伊切掉喺入邊伊嘅簽個了。你就未曉做嘅啦。哦，slightly mash 一條啦，冇啊你。特別冇做一個 mash 啊，要咁白伊，咁白伊。伊一半簽一半 mash 淡薄啦。然後你殺伊起落嚟簽啊，然後你係簽啊入邊，入邊去吹。你知咩事無？你擺了一做一做。你若是借你借白白甲別人啊，你會邊啊，你會正處有人，你會左處有人。你若是食安尼款咧，你會這邊安怎講啊？你會手elbow 啊，會放啲你會邊啊。你若是要掃伊，成個做用你會請乜成個用頭強嘅那款啊，較濟是你會這邊 elbow 寸。哦，你拖出來，你 elbow 拖出來，你去硬骨啦，你會邊啊人，所以食安尼款較要，食安尼款較錯咯。聽到阿俊食係聲啦。我掉地，我做事啦嘛，啲廣告。有了。誒，你嗰隻包事啦嘛，知㗎嘛？忙啊，係話我攰咗啦。我搬過嚟了。你特別一直大面嘅嗬，係咪即係大面嘅嗬？大面個人係嘛？冇，呢係 rendang，呢係個人食咖喱雞嚇呢。特別呢 star 咧，我講面 star 是面個人，所以是大。對。所以你細個係雞白啦，係跟住煮到件食。你講你煮好時啊，你煮條平條嗰種對，咩麻煩？我是就係鹹嗰種哦，人哋古日不會你炸醬麵啊，煮了一煮不是平條嘅。我炸個人就。你是不是多嘢啊？我講緊聽到咩食咩？我同人笑，我唔知落幾買，我唔知要用多幾買。你做我食半夜買，食半夜買啊！見過士林馬吉咧，我食半夜買。哦，真係冇講到見到士林馬吉個嗬。阿妹，冇個困。哎呦，那困實佢了是啦。冇，佢冇困。你把個呢條。冇個困實佢。誒，我俾聽人講到底我邊學叫做 delegation， 以前我啲 event 時，我一段嘅邊學嘅你自己冇叫，我俾聽人講我聽你 the day experience 啩 ，because 我平時唔是邊學嘅 event 嘛，我邊學緊個參，攏是去代表邊學嘅 sport 嘛，所以我看攏嘅經驗，所以我冇寫。always 想 spend 隻time 嘅人嘛，我會聽學人嘅南西啊，唔知邊名稱群啊，插鼻款啊，到嘅人講。我人是後生聽你表演，看你表演咯。哦，現場看你表演。誒，特別頂到你冇看到。現場表演。係是你冇看到，是唔是？係你講我聽學緊歌咩人出嚟啊？係你冇。這是邊一百。等下我有叫小英可能看，這是我係邊年學見嘅代表。等下我一定講我坐到啲見到嘅把下嘅嘛，一定I think for 我人這邊邊年學見第一邊嘅嗬，我講了個這是看掉，成個看掉路。你嘅 dream realize 喲，係啊！應該講緊了是成白路，了白路，佢嚟是啦嘛，即係而家出現啦，了解嚟考上緊嘅嘛。我講緊了已經是成白路。所以是 true 話啦。會咗往前啦，會啊！我知我了解，會啊！支持話，就博話。我了解，我就咁。所以唔使講，即係。
這面是來買支粉嚟，是18咗啲嘅嚇。我上次我人一半交了本事啊，唔是我呀。是啊。咁我假講是我唔是是買支會做friend 嚟。even though 我有聽嘅歌啦，但是阿少。因是我係 friend。我John 係 friend 嚟。無聊啊！哇，唔知我冇聽伊歌，特別是 without 阿 John organize 啊，是講可能是未去咯。咁冇安尼 hardcore fan 啦，意思講 without 阿 John。對。應該阿 John organize 是忘記唔是 organize 是雖然嘛，只安尼看呢，阿肯看阿忘，OK， 我唔可能去。轉身嚟啊！別人 organize 明白。半夜就係講嘅呢，看你 dreams come true。對咯。因為我一定坐到啲巴哈，等我要吹一定比較只趣味。見到啲啊，半夜啊，冇啲啊。冇，一定是冇接到來嗰啲。咁我哋呢隻喎，我哋呢隻嚟。咁我哋呢隻得。冇咩？冇喎。咩有隻來？我冇看到。有咩有看到伊咩？我冇看到咧。同我話到啲你看到呢隻，我吹冇你小英我記講迄小英是來叫，即到啲巴哈。你南西字我係巴哈嗎？佢搞係你南西字我係。即係你講小英我冇過啊？係咯，我冇過啊！即小英真冇 boss。真冇 boss，這是成日直接講嚟 BB 娃娃係嘛？呀，係你小英咧就得咯，我教你翕。我是翕啊，我是冇 boss 咯。我有除掉。伊冇 boss 話，佢燒起來燒啊！伊唔知做落去啊，就阿間嗰邊。嗱，冇伊10年過後就出嘅，我出嚟。南西節到10年款嘅巴哈面。這是做了七德麥巴哈。冇，我是接到見到嘅巴哈。是咩？有咩？見到佢哋見到阿妹。快啲。等陣我就喺面。頭陣嘅是阿超佢問你啊。你第一個人嚟諗過頭陣嘅。阿老人家咩好料？一冇啲。攞款。那麼這想是我看到有 concert 嗎？有做 concert 啊！哇，有做 concert，我看到event 在面。咩講？唔是一 concert 嚟，你去加拿大，唔想去我去這些event 嚟啊。看白人啊。哎呀！阿超係做女 brother 咯，阿 John。伊變興嘅減上女邊。我同你講，我去佢哋 event 嘅時人妹。是唔是？我是唔是 John？人妹是唔是？我想是我是我嚟啦。咁樣？超是啲大陸嘅啊！阿超是新加坡。正啊是阿 John 嘅杜小炳。冇阿 John 一啲。你頭整嘅？嗱，主是話辣椒。頭整嘅。主是話辣椒。帶食沙。我還沒香啦。都冇香。你搞濾鏡啊？斯巴教嘅啊。我啱快一成睇我到啲後都斯巴教仔，我咪介紹下一隻刀椒餅咪是菜碟馬咯。有話。你講佢菜馬？嚇？菜碟馬。because 你未看到菜碟馬 because 特別邊樣是安尼。OK。誒。菜馬同我咧，安尼啲冇一百起來麵板。แล้ว麵板แล้วว่า麵板都白啊。麵板你白啲嚟啊？成個你蘋果嚟整，隻蘋果麵板嚟㗎。呢個就到你兩個嚟喎。嚇！對，我同你講啊！做經濟啊，經濟是我做淡薄嘅時候 ，because 我經濟去熱台灣咯，Korea 一個所在啦，我去熱台灣見面一套啦。然後我對呢出過後啦，我看 Instagram 我剛才講啊，當你兩個你 Karina 劉嘉玲嚇，人哋熱台灣嘅時候講，死人都冇對呀。你呢啲對你都唔知。
我一邊想去整 museum，面去Samsung 嘅 museum，唔知我貴佢哋 Samsung museum 冇一期呢。大家就發一期入邊啊。我可能看到咯，我可能看到本。because 貴啦，maybe 未見到樣嘛，我係見樣嘛。冇都直頭 offer 而家講，嘿，我教到韓國話啦，我係有。有定住冇掉咯，就是冇丟掉咯。特別 video 是 on 嘅啦，依時 just 講嘅啊，依時 just 一嚟 gimmick 嘅啦 ，on 嘅，就是講伊有啲 one of the drama 裏邊出嚟咧 ，on 嘅，是八啊 marketing 嘅，係用八啊 marketing 嘅。依時講出嚟啊，能咪制咯，啲 IT 都制啊。講是 Squid Game 是應該依個 Squid Game 嘅成版。地好少，200少。你個湯唯把那個做嘅嘛，嗰啲嘢。湯唯談啲咩啊？一談咧，因為湯唯冇上，你個湯唯伊硬是韓國啦，所以湯唯是會曉講韓國話。湯唯上面嚟成湯咧。湯唯就出名啊！你 the last Emperor 啊，Tony Leung last version 呀。last 嘢暗別嘢，佢哋冇提嘅嘛？佢哋冇提嘅，係啦，人講嘢領袖就係高嘅嚇。我唔知喎，咩？石膏。湯唯。加Tony Leung。湯唯咯，你放喺呢片你係中國人嚟。幾間啊？就水，就水，而且是就水加搞到。哦，原來是湯嚟喎，湯，依是講開嘅湯，依是唯一。特別依應該是 banned by 你 China 嘅 government 咧。都依啲國做嘢，應該依度啲得咯。依做嘢就 controversial，要講到你 community 係無好嘅物件。即是得咯，即依是得啲得咯，還是依邊得中國？依同依是美國咯，依同依是美國人咯。特別依啱是韓國人嘅，依啱是 Korean 嘅，所以依是就係會曉講 Korean 嘅話。哦，依度啲 start，依啲就 cancel 嘛，佢哋中國人咧。我 cancel， 我想 cancel， 我做 cancel 咩？cancel 叫啊！冇 cancel。哎呀，但我未記。伊人講伊冇 support 佢哋中國嘅，唔知係咪伊人 social media 就 post 講下，係咪伊人嚟硬定啊？伊就是啲 Korean rating 就慣嘅就，人冇中國啦，人 still 是 earn the pride from the whole world 就。是咯。嗱，我在之前依家即sorry 啊，我只看住。我就罷了，所以我係特別有小影啊。南西邊有之前是Johnson，唔是順利。南西邊是順利小妹，大毛哥。順利小妹嚇。誒唔知我唔知是指係小妹小妹。Surin 係。大毛哥咯。100แล้วต่อมาก็ปีนี้就是順利啊，就是伊 arrange วัน怪怪話搞跑怪咯。依個係嘛？嚇？依個係嘛？嚇，依個我唔知嗰陣時依個還是依類，一定是個啊。個，依個啲啦，個啊，依個。Surin 是小妹，依大卡。我Surin大啲啊。然後係你咪是小劍虎啊。蕭劍虎對，蕭劍虎比較好啊！蕭劍虎就一校爸爸，個校即係計好硬，依做位硬，做位硬羅節嘛。嗰時一隻就講話對 ，Oh my God！ 就 sweet 嘅，依個 message 包過就 sweet 嘅。真真 sweet，Oh my God！ 依款嘢咩啊？冇幾講啫，或者俾啲。因真正好嗰陣時，就叫個人就掉啊，去 make sure 佢話會幫晒啦。阿妹有人做面都食無啦。除你講得清潔啊。愛買衫有人開店好都無。我諗冇做面，冇做面。我做。阿咪 entrance 都有加票單啦。冇，因為冇接埋房間嘅。是講嗬，伊有咯，時時地看啊，未放曬啊，未前面未到落位，真係一隻嘅，真體貼。My God，你冇嘅好奇。誒，我講佢哋啊，你直接介紹咯，佢哋佢哋巴沙，我甲阿龍，我甲阿 John，我甲阿 John 咪去放曬一間 hotel。哦耶！一間正氣，我冇去就食誒，特別。G 噶啦喂。
哈 G Cloud 我講隻物件，啦。if 你我嚟去2樓，伊 Jimmy 個搞一間，嗰間冇人咁冇咧，你我企一間後到啲樓下是一間咧，所以我都冇 stress，講別人要入來時，到啲個好等嘅時，我係使未出，所以咱去迄個是 before 是啦嘛，即係 after 嚇。before 咱阿妹你啉過啤嘅 ，OK， 啉過啤了，咱等嘢，咱等 massage 點先嘛？講唔講出點搞嘛？就是叫人對，我係見人行條去時候，我講看到一隻鳥，會見到啲出張嘅。對，出張伊困啲你擔嘅，出張視頻話，即係出多張嘅出張站落來咧啦。OK，等我看呢個點樣快啲。即係出張多張嘅迄個張，你看到伊出張線，後面真隻鳥。這邊 zoom in。我都看啲。我怎麼？你當面困喎，你看到？一個 camouflage 一個冇看到伊個色，耶，這邊 zoom 咩？即係出邊，然後嚇你嗱，佢再放曬啊咯。嗰條 net 係咪？應該就乜都估。伊就擺埋隻嘅。啊，冇你冇講，伊 camera 係到啲一看佢困先個看到伊嘛。你有啲人習慣都會直頭起變成困咗咯。你咯，你嘛習慣。我冇困，我借掉。哇！那今日佢咩冇講到話，伊不買菜的不拿，一樣菜不買菜的。媽媽姑啊，媽媽食物件嗎？媽媽姑都食咩嘅咩？開麥。有咩困咧？咁叫梅南物件？我咪真係食咩喎？無啦，伊無困，個啦伊冇食呢。伊是換本咗就12點幾啊就。你講我冇變喎？你講我小幫我不多？有毛毛菇啊！我就是食物件，我未多嘅，成個滷啊，我多嘅我係黑本嘅絲。我唔想。我就未食都未使你塊貼落來嘛。冇食你困呢？冇，你特別食了，你特別借應該借起來。未使你塊去困呢。我不是驚本嚟多咯，你看呢？哎呦，毛毛菇食樣咯。我覺得我唔食毛毛菇。阿媽白老腿啊，所以我有驚食了，算了。切落了啊！切落了，你是落去樓卡，行起來白老腿啊？對，刷了嚇。你講我 SOP 做㗎啦，而家。我冇แล้ว毛毛菇你講你當乜食咩？你 before 白老腿。我啦食啉湯呀啦，西洋菜啦。哦，西洋菜。我烘嘅，我連西洋菜。冇啦，少少個啦，少少。老嘅咩啊？冇啦，了，後尾就話。咁買啲呢？哦。唔知估呢啲叫西洋菜啊？你冇撈 Alex 係咩？所撈 Alex 唔知啊。我可唔可以決定即係咩我哋都冇講到嘛，我告訴你頭你係咪告訴講咯啊？我都唔係頭先咪讀過咯。我知啊，是啊，我覺得相關咯。想啊，I mean， 我冇講路 change 掉I mean since the last time 我讀的路 in 2019嘅時啊。嚇，你幾多讀啊？last time 2019。Jan，你是 Jan 學到啦，但係你 straight settlement 呢？哈，對。但係你rasa掉我大牌。Not more than usual. So 安怎啦？冇啦，先講冇啊，冇 anything change 啦，係嘛？嚇，我是特別我是夾硬啦，因為我知人對我好，我知我明白我了解，我就 appreciate。了我是我看到 ，Oh my gosh！ 我看到另外一條聲，我是 appreciate， 特別我是，若是講我有一隻需要到時候，成個我一朋友啊。阿拉伯族啊，攏知阿拉伯族，定到對哪隻字啊？我個阿拉伯族嚇，阿拉伯族冇啥，阿拉伯族是我即細細漢小學白起嘅朋友。我冇點聲對呀，你知我叫伊做咩樣？我叫伊來
Vistana 在話對去就西嘅厝 kill back， 所以我到啲車位，我到啲車位講話 catch up， 安尼呀，I mean 我就被識啦，你若是講無識人，就是講哎呦你利用嘛，我而家是利用佢特別變做特別我們睇見到伊嘛。哦 ，OK，我just now 我有上，我 observe something。OK。Because the last time 我讀到你是我 never 看到你 on 你 side profile。所以 remember when 人去安山那時候借你邊啊，所以我 actually 會看到嗰裏邊。when 你講個你有一個 underbite。yes。So this I really 看 because 咱特登看你頭前，我 never 看。你冇 dimensional， 你冇看到。誒，但你 from 邊啊看到 really quite 明顯講，你有一個 underbite。對。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Last time 2019咧，2019是你冇注意到。我特登我都，I mean 我特別看到你頭前 face to face 啊，我就 never 講，是講你到嚟邊啊，你可講我，你可。OK，安尼。Mango 邊有巴沙？係你可能แล้ว人嘅相思嘛，人外邊。我個 sister 會聽到。你係咩？我個 sister 會聽到。Actually, this time 我感覺到，即係我個這 time 嘅路 ，last time 是咱錄音嘅時。對。我 slightly because 咱有一個，我未得人 meet and then say rushing 嘛。我未得人meet 較 say group 吧，when 咱較有機會對到較少人時，我 feel 到較。無管只 spend 只但係嗱，我有淡薄較細 grouping 啊。我個政府掉，但係我覺得政府接嚟就走去嚇。我對到政府政府接走去啊。政府，但我覺得政府嘅效應喺度嚇。政府咧，政府是叫乜嘢嚇？政府印度吧嚇，嗱。我講，你講啊！我講，人我充電嘛，我講哇，你少年所以講冇啦，講你咪是無清楚落借哇，個舊講話真係 bad 嘴，我係嘴巴。你真係13歲跳我人 record， 嚇！你真係13歲跳我 recording 啊咋？呀！美國嘅老椒，美國一個人嚟食，美國伊成個人出來是，因為都拍攝，特別一隻食嘅啊。因為伊把聽，伊把聽 recording， 伊唔要做我老啊！對聊聽，對，伊可以聽到11年、12年啊！我是伊來，有隻叫我去有啥囡仔呢？特別唔關大事啊！唔知是得一嚟，我唔知啦。有幾那叫面是？對，伊老爸是對伊來 parents 聽。伊老爸唔知冇老爸是做咩？對伊老爸聽。聽啊，你聽係咯，伊個記者報伊老爸聽呢。所以伊巴魯加23歲、24歲啦，安尼講。伊巴魯加入試啊可能。就是把你做畢業嘅咯，把你畢業出嚟，對，一定你嘅畢業呢？Hello， 阿三laksa，一定你嘅畢業呢 ？Hello， 我冇 register， 但係我未接，我就未啲 clubhouse。那係嘢，你我成日學到嘅嘛？幾個啫？阿三laksa，你我成日學到啊，三laksa。不要緊，我是迄個 technology 備用嘅人，我聽。我肯講話。แล้วก็ลองเขาจะ效應即係即係決定วาง決定有你走去啦，即係第一機嚟啊，到底第一嘅啫，第一機冇有頭晚我看到伊，頭晚我看到只嚇，有一啲老高，微線咯，得到啊，我看到，我個第一機翕效應第一機出嚟啦，第一機好我就水情生，了，
叫咩我個鼻依換啊嘛，依家真係是同停一條。哦是咩？啊，伊搖衫佢換衫衣咁。哦，伊其實都伊唔敢停啊，伊冇法，咩看法人有停個聲啊？來起來講者對阿基，來啊來啊來啊！我明啦。對阿基起來，對阿基起來 explain 者係咩事？對阿基你是唔是寄來啊？特別唔敢停，可能停聲咗呀？係啦。有啦，你講你自己想整一甩死啊？唔是啦，我唔知，我是 actually 是我是愛換車換啲車位嘅，然後 excited 了嘛，緊張啊，愛拄路人了一個較尾落車出去冇出車落車了。小袂記去換衫，我知啊，我是代了誒。你之前係咪你跑是咪偷衫？我是愛多車嘅。嚇，浪去啊嘛？唔是偷衫，是浪落去啊嘛？啊，浪落去啦！我說你大膽。誒，真有。你講。較這是我換衫是啲車位，我唔是偷衫貴偷衫嘅，我有我家己嘅style來安怎換衫嘅嘛，所以別講。你上到車係換衫，真厲害啊！你去啊你本地的間 Jasmine 嘅事，你就換衫，安尼換啦。你冇偷過嚟嘛？你成攞你超落去咧時，係下你啲人 shirt on top 咧時，佢嚟安尼偷嘅。呢個知道上次我係拍死嘅啦嘛，計歡喜咯。你 convoy 啊，你 convoy 嘛？摩托零得頭先。摩托零啊，video 娃誒冇係你頭嘅，有時。頭嘅，你是看不到，見不到。咪娃娃是當嘅，我買嗰啲做朋友有。你而家咪佢看落去。你後背是最最，你後背你藍色嘅白色。藍色嘅白色，意思摩托零。見到。哦，係摩托零 ，OK。摩托零。見到後背。你啊？主要係青車衫。到青衫是豆嘅。豆嘅啦，我講咩？豆嘅邊咪剪糊咯，剪糊邊咪就曬咯，就剪糊嘅後背是阿龍咯，阿龍嘅邊是見到。哦，阿龍嘅見到豆。嚇，龍嘅見到後背。一攞下隻 mask， 你 mask 係水呢？即係掉啲就曬好啊咯，就曬掉啲講，誒嗱，這裡一仔我曉啊，所以。是不是？呢條啲搞出嚟好玩嘛？係啊，佢就是已經冇想食，冇想看嚟嘅話。就使是你白刀係藤嚟，係咪本仔？就使了好，就使啊！我就後尾照到嚟呢，因為你依件order 物件借好咧，就使乜事為硬就變靚嘅硬是就使，變靚嘅硬。可能我愛。有件冇事 care 啊！呢隻有學曬話，冇學曬話唔是淨係硬嘅呢，學曬話是成硬講，係豬啊，後邊啊，係豬啊，太有，明白嗎？你講話都叫，一直咧，係明嘅，有呢個俾咪咕嘅嚇，你一個豬咪，但係你諗看到阿龍死卡未？諗看到阿龍死卡啊？龍死卡看未？冇看到啦，真係。哎呦，是 Clubhouse。嗱，阿龍死卡。等陣啊！哦，我可能對我知道小英啊，我去剪掉伊個新尿棒啊，咁好似我朋友咪，安怎新尿棒都等於搞英啊，係咪話？你知我咪是 post 講新尿棒咯，到底我唔知到底 post 啊。有人講安怎你等於新尿棒，我 maybe Facebook，有時我等於搞英。喂，你看伊個新尿棒我補噶，人哋我個做啲西蘭瑪吉 live 嘅事，你看。
我房間 master， 因為我白虎嘛，我對嚟下即是第二道啊啦，所以我就看我 back 嘅啦，開嘅啦，做我 sound system 未好時面嘅啦，你是我 portable studio 咯，你看到我嘅 portable recorder， 同埋 headphone。我電器嘅啦，就係奇確確。Packing cube 嘅啦。對啊。物件，伊個炸咗啊，迄個物件真正濟。對嚟講。是啦。轉喙齒啦。嗱，我係到這邊嘅了，對，轉喙齒啊，轉喙齒嘅，แล้ว個我包 bank 啊，แล้ว個有揸手錶，哈哈，我嘢你 portable 嘅 portable。哦，對，你俾隻。battery 嘅就冇擺啊，就了。但 battery 是拄好，我出門係直接一來上來，我唔知是我買10粒呢，一件攞 separate 攞嚟 shipping 嚟喎，所以我 one set 我就該自己叫我 back 嘅咯。แล้ว in case attack 冇電係點解？但係你冇講做咩事？即係阿龍啲四卡係咪 contact 曬你條？哦，我嘅200幾四卡，我諗去 foot massage。四係咪卡 ？foot massage 哦，我諗去that good I see。特別好。怪做咩事四卡？我冇，我去大困去哦。只都係卡是冇？冇，即是。一互動就招咗。阿龍你頭毛咪水呢？即係小英。把佢 set。because 就是我對邊人是隻行嘛，我是特地去 salon 那邊去叫人做 setting 嘅話就特節嗰種。哇 ！Every morning， 佢講我大擺啊，實頭毛特特。你大擺你是叫人做物件咯，我是你何類人？頭毛咯，何類人做啦？我冇何類。所以你係嘛？等陣，有時才能正嘅隻嘅喎。OK， 等陣等陣會聽全部講到個maybe 就定下記你第二擺到啊啦嘛，安怎？係咪先嘅 discovery 哦？冇啦，即是我第一道你咪嘟嚕嘅 live。哦，你唔係對佢玩 in person 啊？我成日對佢錄嘅，我想知道我對佢錄啊。所以安怎講？你 impression， 你只慣咯。你真正慣咯，แล้ว平常咯，成個平常你講講話我哋咯。普通啦，成個我平常時你看啦，你就看到我講話，你就是成個識嘅啦，你就聽到我聲，就是成個你就擺聽得見你嘅聲啦。你我要聽超寬咧，我要聽超寬，但係人哋講起來超寬嘅最盤切注意係咩物件？怎辦係咪？大句話較久嘅人家就係話超寬啊。我係超寬，就是我整條圖，在 last minute， 我。稍微 late 咧，冇啊，so far 冇啦。maybe 冇出現過，CD 快先就出嚟啦。冇啦。一 calendar 打字換，就 calendar 打字 amend， 打字就 notification 咧，你就有咩好做咧？對，我是看你冇像。我是有人講咪最好別換點聲嚇，係咪話佢哋潮咯？所以直換直加直換直潮。Adrian 有隻喂，介紹件好你有看我嘅垃圾頭。我有看。你有看啦，所以你知常常換啲。有 pop up 嘛？嚇，誒是當對，直加物件。喂，有你接就冇啊，好，有你接。點我到 KL 就冇啊 KL 我冇個係特行過。阿 John 你 calendar 是阿 John 你 calendar 是有加冇加咩啦？你看。對，我有你是成個我都被 carve out 就被寫 family time 。我就被成個咁 block 啊，被晒做乜物件咧？然後有你就是成個
我有嚟 meeting 咗，我同你講，即係我到啲 KL，即係有嚟我冇寫啦嚇，because 我到啲 KL，因為是 directly arranged，because 我 time 都 already set 啊嘛。有一次是我是到啲after Sheila event 嘅時 ，after Sheila 我do my cousin，我到because Sheila event 嘅時我就 late 嘛，阿妹 even 都講㗎 ，because 我就禮拜就，所以我就俾 post 邊咧學嘅 show， 我當然我就大啦，我就 post 邊咧學嘅 show 到啲 KL 嘅。然後 after upload 個 show 咧，困啊未必㗎，唔知幾點整。冇，但係我 sleep in 淡薄，所以困㗎8點半9點咧。然後我 check 起來咗，我就去do 我 cousin 到啲不中嘅 ，do 我 cousin 到不中嘅時，我就 already supposedly 8點我未 do Amelia， 特別我。即係嗰另外一個 appointment pop up， 即係 Matthew 到到啲不中嘛，所以 Matthew 是你我到啲是南亞節 event 都掉嘅是南亞節 musician 啊，你佢講哦到啲不中咧，我諗去啉咖啡，所以我計啉咖啡我就 push 咪咧 appointment 去10點，然後我去啊 meet 8點都個 Matthew 係去吹咪咧，但係 after that 個只是12點是幾時啊嚇我先 meeting 是 start push 個12點去咯，3點就到你阿拉伯做嘅時12點嚇，我講你12點冇得在我阿妹，半暝，แล้วก็就Simon在我到底係在我去，即我是頭叫佢在啦，大牌咧，就使頭次搞落在路都未見咧，頭次叫我知在我姓。在我對厝啦，後尾就只是我在我 hotel 幫我 hotel 是 last minute decision 嚟 ，because 我都好，我是 feel 到講我下邊嘅我阿妹我困一個清，然後我啲問講 because 我拍水上面 before 落雨唔注意時候，我是拍水講我要去食幾道湯嘅，我嘛講我就去食幾道湯先，食幾道湯個去 airport， 所以變咗我去到嘅時候。我想講我真早，我是，就是講我要較早，佢要去食幾道湯來，講我要好較早去就，所以變做我驚講無點聲，所以 that night 是 since Raymond 出來後，我直頭去睡房間度啲 hotel 會大，我睡6間房嘅 hotel 啦。我覺得就介紹我嘛，就看小金湖，有咩嚇 AC 啊？就咩 AC 啊 AC Marriott。個我 airport 入邊一定到嘅顧 Vistana， which by the way 我去幫曬過。結果你過去食，你就嚟食4點啊時。嚇，佢就落啲真係食幾點啊？難怪你本來我困6點半鐘呢 ，before 去 airport，before 我請起來去 airport 時。所以我是請4點啊，請4點嗬。特別爽啦，我唔 regret，because 我冇食到落啲真係嗰陣。我真係物件，真物件 ，at the same time 冇食到真物件。穿啊！3點半正講未了啦。真未了啊！而家講。唉，3點半正講未了嘅。然後阿 John 你告訴上家你 Arabian Night， 你講一嚟告訴，情熱你咩？阿 John 你講未了。講未了。我3禮拜。伊拉冇講到，只講到是南亞節個嗬，但我可能看一條小影啦 ，at least 一條小影都係南亞節，小龍就係 dream come true，但嘛差別香港嘛，看到我都是南亞節，一個唱歌是頭一擺，冇看到我係 dream come true 呐，即是我 event 到這邊會。OK， 即係我邊逼咯，阿 John 考咯，後面數啊，係你去看有冇考啦，實個都俾叫參與香港啊，即係而家就考啦，冇考啦。都未數我本身。我唔知喎，你 feeling 都是真正 natural 咧，我成個真正感動嘅咧，因為你 overall atmosphere 啊，咁樣都是energy 啊，一邊人家了啊。反正我本地後對嗬，我有幾個你 friend 你馬來人嘅朋友嘅了去嘅人，我講我都唔知咩事，我冇考嘅了。
是咯，这个讲一句不是相款。嗱，好啊，我就學諗講話好嘅時候。natural 考出來嘅，唔知影你聽阿種唱啊吼，你家己會考嘅喎。我唱嘅是嗱好啊。我知啦，阿種係 dry eye 做個目睭 feel 到講出現，我是還沒說好，我唔是講看到是啦嘛就好，我好是因為我看到是啦嘛就好我好。because 我看到意思我是真正歡喜。我真正歡喜，我真老咗，我都冇 feel 到講還沒說好嘛嗱，即是我嘅即 setting 啊。我最計夠翕呢，翕咗是啦嘛啫，安尼見。呀，最翕嘅是小英。即我佢參啦，有啲是 John Low， 有啲是 Johnson 我好似阿未辦過，啲 edit 掉過。啊對。but OK， 當我。即係有 recording 嘅啫。我一條吹燈啦，邊啲學見小英一條，所以一條，等我諗看到未啊？這是 Johnson 嚟嘅定？冇看到 ，actually John Low 同 Johnson 嘅 picture 都冇看到。阿未 release 過 ，because 未 edit 成咩咧？特別係咪？我一條冇嘅小英就是講，人家是啦嘛，即做隻翕，邊啲學見嘅一定家是啦嘛，即翕嘅，我點解看到頭嘅係小英？有隔壁哈馬斯南西超嗰定，南西 camera 翕嘅啊？應該是南西 camera 翕，因為我會記是南西過來，所以就所以就是你話看啊，我 Insta 入面寫 some picture from 南西。so 我人 so 你那是，但我未看，我個是南馬嘅小英，但我冇咩有，你就 actually 話。我，因為我冇翕到我 camera， 我冇嘅 camera， 所以我翕到我想應該是諗下即係是別人翕嘅。But John Low 加 Johnson 應該是有翕到啩。有嘅咁嗱，即特別隻招啦，I mean 我冇想冇 selfie。這是依個啲曬嘢 album 嘅是唔是？嗱，這是你就話曬尋唔出咧？啊，咪咧嚟啊！我曬尋我覺得咪咧嚟，我曬出咁出。伊細號都特特你啊，你album 嘅咧 ？Yes， 我而家落地哦，伊細個了。哇！大牌啊，即係。了你都即是我介意地較 close 往啲講話嘅時候，應該係。喲，你係四兩紙了。四兩。我以為係四隻呢。對，真係四隻冇夠四條就現咧，可能冇夠個條。啲個是點關咗就嗰個邊？伊咪真係四隻。對。但係你看一下，邊個伊超看咩？你唔知對。แล้วโอเคสมมติ how สิ Lady Gaga เนี่ยเนาะ how สิเนี่ยว่าเขาจะชิลมาที่ how แล้ว我哋調掉แล้ว時候我就看到 how 當看你 video 時你就你後尾時我 maybe 你冇面聽到我講咩就我講 oh my gosh she's crying แล้ว我頭先看到嘅時候講 oh my gosh don't cry แล้ว我就調了嘅時候我聽伊講嘅然後那時候冇看過啲 video 誒我係使幫你你 YouTube 我咪放 video 吧，你係使去看你我 personal YouTube 啊是 Instagram 啊 Facebook 冇啦，然後去看伊後尾講嘅時是做一隻感動嘅，就是 when 伊講伊講 you touch me， 伊講我唱歌 touch 到伊，所以伊講咩下講伊個講伊唔捌聽人。唱伊歌就頭一個事，就講啦，實際實講人做伊唔 understand 講做咩事，問伊唱歌是人好，伊把佢 understand，because 我伊講伊 understand，because 我唱歌 touch 到伊，所以伊講得很物件，你想下 ，it's not anybody，你是講你人甲我講我而啲都感動啊，特別即是是啦，即係話 idol， 安尼一年我13歲聽伊歌，佢咁動機咩嗬，我唱伊歌就喺面頭前，然後伊甲我講咧話，我是冇 expect 我有機會到啲面頭前唱歌都是真正 rare occasion 咧就 Amelia plan 你 sit 嘛講 Amelia 佢解釋啦嘛即講你係伊講伊唔使講咩啊 Amelia 佢嚟講你學講嘅話你把聲學嘅話嘛你伊講你叫伊講我唱歌去啊，係唔知唔知心口啦。伊講起咧，伊個講那是你愛聽唱，你咪是叫伊唱過一道咯。
伊家人肯講到啲樓卡時，所以起來時我直落來時講 I want to hear you sing。是，阿米莉亞係 plan 叫起來，阿米莉來講嘅話，講安裝呢啲樓卡時講嘅物件。Oh my god！ I can't believe 3.5 hours 啊！人講一個咪故嘅故事，我一頭 man 做八嚟嘅所以。Arabian Night 講未了誒，講未了。呢個數名講咧，係唔是？阿 John， 你講數你使你。哦，半晒北啦看，伊未講伊做馬事嘅，哦，伊啲做馬事嘅，伊吹未有，伊邊未有 ，sorry。我講 wait，伊講 busy now doing mass，so 伊就唔講住，哦，你記我對 KL 時，我對邊兩個時我頭一節第二節時我做 mass 呢，即係做曬好玩嘅 mass 呢 video。好啦，做 live 嘛，自然狂咯，哈，做 live 有，到啲 live 有。到啲 clubhouse 嚟啫。我哋個 Facebook。Then 哦，我哋俾個著曬講裏邊梗係 good 梗係 sweet 呀，著曬陪佢陪橋啊。當看你 really 啊，著曬裏講啦，而家真正 good 啊。等我咪吹隻笑。有呢，我看咧我梗係厭啊。喲，要知你爸啊？著曬頭殼是點嚟做嘢㗎？我阿姨陪。你講你下來做咩？你講？我講著曬頭殼是嘅，會使嘅嚟做嘢。哦 ，good， 等陣我吹。都頭毛路啦，佢都頭毛路。等我話著曬，哎呀，我會吹著曬就我係小英得咯啊，還是 I don't think 我個人翕著曬小英啊，我吹啲啦，到底人到底係見啊你咩咩啊？即係嗱，這條。哦，係你學到嘅。學到嘅，苗苗我未記學到苗苗。昂山啊，昂山啊嚇，昂山啊嘅翕好你看。嗱，我 zoom in 哦，等我看個不條，個一條啦，到底車，這是嚇，這是在我這是幾紅數嘅。你話邊咧背嘅幾年咧？真係個背咩你？好啦，這是學上，這是學上。我咪學上。好啦，你就笑啦，你笑嘅是無相。嗱，你笑嘅是無相嘅。咁啊，上次有家事嘅人講人背呢就。係啦。我呢個有學上係意思就是講你就背咯。哦。係咩？嚇對。我學上就是有家事嘅人甲有啲哦，真係小英。是咩？我唔知 ，sorry。能講都學，能講都背咗。是啦，就是背啦。誒，個一條嗱。哦，我都唔知喎。即係話是嘢 profile，咧就是叫學上咯。冇唔是，就是講到背咗。是有禮貌有家事人講嘅。啊！這是昂波尿尿個昂地爸爸。昂波尿尿昂地爸爸。我諗佢話是細人。parent 啊！啊！你冇講你 about the 講呢？係咪？我笑誒！哎呦，原來這咧講是講未了哦。我係爸爸咧，我 OK 頭我是要拍算我教位只度一件，我教我爸個買到一件啦。然後我只講買伊講去隨王好啊，買去教王大。伊講伊不是個人困，伊講 guess 咯。So 我家己，我咪是講，安尼我咪是，我咪無爽，我家己一人嘛對，家己一人買睡，啥家己房間，我咪是無通聽到個別人說，所以 ended up 係，我講阿婆我睡一間房，特別加一個名稱，所以第三個名稱咯，然後大概我三人就大，兩仔啊，我有啲講啲開零嘅，我有啲開只嘅啊，真係喎。好啊 ，parents 特別伊人靈，你看伊人嘢咧 ，bathrobe 啊，一嚟包，因為包就到清 bathrobe 咧，好，冚陪當一個解 extra 陪當嘅冚起去，有我想我困，有我開個幾多啊？我唔知喂，真啊，10個，就啦。
頭嘅時就啦，爸爸直直起嘅後尾佢咁樣20幾到30度啊，伊講都未，伊就未呢 dry 嘅，然後第二咩時我就冚嚟講，所以我出去我做你錄音嘅時我就冚嚟講咯，冚嚟講呢時我對嚟時我個開，因困嘢嘛，因困嘢我個開啦，早起請嘅時個冚，冇人領。好笑嘅，即係個度流冷啊！即係，我唔知呢領，我嗰度到啲羅西洋嘅曉啊，即係成個隻多快告訴我咪是到啲羅西洋 check in 嘅時候，我講，誒，我要做一個即 internet 嘅物件啦，我講我有成個 business center 啊，甚物 room 啊，我係去用，所以被 interrupt 到啲 guest。你學我用伊冇用咧 business center 就特別唔知有貴唔貴啦嚇。伊 business center 開學我去用，我去做錄音㗎，即個Johnson 㗎蕭劍湖錄音。OK， 等我聽下，是啦嘛。你後尾就是你後尾。是唔是 Johnson？ 因為 Johnson 嘅後尾就是蕭劍湖啦。對 ，Johnson 個對。即係代 KL 咧。冇，即係拉薩西洋嚟。因為拉薩西洋伊一個 room 咧，係過去 ground floor 啦，係 basement 嘅。對 ，basement 嘅，伊係 meeting room 嘅，ballroom meeting room 嘅。一下等嘅，係 corridor 嘅 ，connect 冇嚟 wing 嘅。對。蕭劍湖嘅 Johnson 是嗰邊嚟嘅嚇。對。所以我講聽，蕭劍湖幾點啊？你來時，蕭劍湖每點冇來嘅。Johnson already agree 講未來啊？喂，就點半啦。Because 伊嘛真係好硬就蕭劍湖。伊個唔是會，伊唔是見到就，我到底等咗，我到底Batu Ferringhi啊，伊到底買了巴士，你到咗啊？你懂嗎？對，啊，到底買了巴士啊 ？One quarter of the island 啊，就好嘢啦。你是花車是正版花車嗬？嚇，Johnson 我啲 committed 咧，Johnson 較早就講未來啊，你一看行樹咯，聽我講咧嗬，伊講哎呦，佢父母咧，個時候未來。對。我叫我當我未打係困好。係我照晒喎，我講照晒你會來啦。然後一邊係困，แล้ว自己嚟喎，嚟。ใช้อุสุยาวอี beauty sleep。嚟啊！嗰個equipment 嚟都知哦，嗰啲嘢又唔係㗎啦，嚟啦，大 system 嘅。啊，劉作本啊，學蕭劍湖。對啦，蕭劍湖伊有家己 system 嘛。要幫怪嚇，蕭劍湖要幫怪。劉作哦，我諗嗰啲係你做擺本咯，是直頭講牌嚇，係咪？硬逼啊，因為你硬逼啊，因為吼 normal 點聲哦，本是大 clubhouse 講話講緊你話。4點嘅，你是講嗰條計花車呢？特別多處是講問呢冇正線啦，多處 at least 你揾花車嘛。你知嗰條花車邊度？公交啊。姑姑一擺咪見。蕭劍湖是暗公交本嘅。伊暗公交400暗公交而已。姑姑一擺使。嚇，你能夠去食咧 ？That's right。能夠去食唔是啊？嚇 ，after 你去食咯。冇啦。我是人是去食，人是其實人較早是人去食啦，成都一擺啊嘛對，到啲咧 food court 而已。咁我會聽。Glendale。我會Glendale 講對。等陣我會講到對你西拉馬吉嚟先，西拉馬吉誒面了係 text 講咗個 report 啫。text 是講我隨西拉馬吉小英姐意思講面了講Sheila said to me, I heard you all played Warna just now. Oh, then I replied, yeah, we did, but you missed the best part. John sang. Oh, very 乖。然後講 Oh, I missed that. 然後講然後一笑，然後講yeah, but just ask him to sing again lah. Will be difficult for him to say no. 你拍死啊咯！一搞，一隻搞 ，Amelia 隻搞，都是巧啦誒。
伊冇在路見橋啦，上嘅啦。I mean of course 啦，你睇機會跳，特別好，我想起來，我是只 stress， 特別好，嗰陣我冇擔心想咧做啊，所以我冇話生咧 stress。冇想講，有時到底是啦嘛，即係邊頭整橋，是啦嘛，即係掛咯就，即四級吧，小金虎，我有翕到人，即係物件我冇翕到人喎。我冇翕到人就係，當然有 selfie，我頭擺有翕 selfie 唔是咩？點名啊是？我覺得咱食小虎類叫我食咧阿推米線，有啲叫沙爹，有啲叫咧糯米嚇，冇咖喱米，你叫咖喱米。問講咧，我有啊，誒，等陣可能看就先。問看乜啊？阿 John 多龍，阿 John 問了問啊對。這是叫乜阿推米線沙爹。咱去倒落下小金湖，我未記咱去。係Spice 對面。披薩對面。嚇。Pizza corner。披薩 corner 就係咖喱嘅。你好似唔通看啦，看咧我直直有。ikan bakar。ikan bakar。我今晚看嗰張好唔好？英國張嘅咧，英國張嘅 camera 梗係勁嘅，我哋 autofocus 一架落伊 iPad。哦，對。siว่าไซส์ทำไปชุดนะครับเนี่ยอยู่แต่ว่าทำไม wrap up ไปปังไซส์อ่ะโอเคอันนี้講下就變成啊啦，這裡諗到 episode 有時我陣在 end 下，我嗰度 end 嗰度做另外一個 introduction for 我不到嘅，OK。但這禮拜感謝啦，這是第2集讓聽了啊咯嗬，了真正歡喜的人這裡。直到有機會拄到我嘅人，就是讓只後面，了不到會學曬我嘅人會使。誒，你冇看到你係呢個，你冇看到你就會寫個，你就直到搭飛時間講你就會寫。OK 謝啦嘅。了。會 review 啊，但會寫有到這裡嘛。然後一頭一擺是 double 嘢 more than 50%，more than 100% 嘢 bill 啊，所以一平時咧，世界是50塊嘅，就是百幾塊啊。這是我做唔了個咋，這是一禮拜較驚嘅啊。then 感謝大家，這禮拜แล้ว到底เป็นไหนกัน咧？照顧我就感謝，就歡喜แล้ว直到 maybe 明年嗰隻機會拄到啦，那是講有機會嚟講啦，明年嗰隻見。感謝 Clubhouse， 感謝Google Meet 嘅朋友，等可能看陣邊嘅 layout auto 看到個人講冇 Google 啲個都感謝。แล้ว禮拜真係。這邊 Google Meet 人 Clubhouse 人介紹大家，然後確定個隻 topic 係什麼嚇？第二 topic，咱幾個數唔講啦，咱 overtake 咱嘅這個大名，哇！不要出啦，然後 OK， 是的，感謝各位聽眾收睇，下禮拜再見，拜拜。